今次行法門野路上昂坪，今日帶大家行一條野路。嗱，見到呢啲樓梯級啊，就到咗法門古道㗎啦。我哋去行呢個石壁郊遊徑第2段路。石壁郊遊徑都有啲風景嘅，石壁水塘，可以上，順便去埋西狗牙。上資深徒步路線，呢度行上去中道亭啊！好，咁我哋就出發啦！正啊！一開始就俾啲樹藤纏住咗個運動型相機。完全古道啊！行嗰條叫做煤氣管道啊！啊，行得幾好啊！你哋不過算啦，呢條都唔會太差嘅。有一個好嘅。嗰條係行到好多次㗎。呢條再資深啲係咪啊？資深啊呢條。資深，諗到啲人傻咗，咩叫資深？資深嘅野雞路。呢啲全部可靠㗎嚇。應該講高級。呢啲繩啊，綁喺度嗰啲都幾可靠。今日係考試啊！係啊，考試啊！我早都要排咯，早就有排啦。我平時都着短褲啊，今日我都着長褲啊。喂，係你睇下佢個陣，佢有啲只得佢幾想啲 X 啊！佢真係想我。即係唔知幾時嗰啲人咧冇行呢度啊！退晒休嗰啲資深人士退晒休啊！而家到我哋升級啊！仲整啲繩仔喺度。不過你哋咁高級唔使揸啦。揸住係安全啲。不去人者，何妨面對也可惜。各有各的方向與目。法門野路，因為咧左手邊嗰度法門古道，咁啊呢一個咧彌勒山、鳳凰山，嗰邊咧就大東山，幾個大山喺度嘅 ，very good。今日我第一次試嘅啫，法門野路 ，very good。這個世界已不值得過的空虛。我哋喺條脊仔嗰度上緊，有少少似西狗牙。風景唔錯，呢個上高個山仔咧就255，我哋一路上到380啊，就會走出去法門古道水泥路、大東山、蓮花山、三山台啊。牛姑嶺啊，跟住啊，嗰邊就係博都人，後邊有個雞嘅陀雞山。喺250米呢個高度咧，見到羅漢塔，大家見唔見到啊？就喺上方啊！這個世界已不知不覺的空虛，不想你別去，不想你別去。呢條資深徒步路線呢就比較野啊！呢段係急上，最尾一段啊！
呢段係比較急啲。見到呢啲石屎路咧，就代表就嚟行完嘅啦。法門野路，嗱，見到呢啲樓梯級啊，就到咗法門古道噶啦。法門古道，哦，可以休息啊，正正啊呢度。法門古道休息位，係休息位，等佢哋喺野路出嚟。法門古道啊，法門古道啊，東涌上嚟喺右邊，我哋一路上到去心經簡林一路，前面啊中道亭啊。休息下，阿玲玲、Natalie、豬豬、Yoyo、我牛仔。咁啊，剛剛我哋喺呢度上嚟嘅，剛剛我哋喺呢個法門野道呢度上嚟，咁而家再出發。帶頭啊 Yoyo 啊，跟住豬豬啊，跟住玲玲，右手邊 Letter， 鳳鳥石脊入口啊，中道亭上羅漢塔，鳳鳥石脊入口，我哋繼續行，打卡先，跟住我哋去行呢個石壁郊遊徑第2段路，心經簡林啊，在建設當中嘅。係鳳尾石脊後邊，鳳尾石脊啊，上去呢度上。係鳳尾石脊後邊，後邊有條路嘅。下方山路嘅入口係石壁郊遊徑。今日我哋行第2段嘅路，石壁郊遊徑一路往前行呢，係經過西狗牙、中狗牙2個入口嘅。呢條同南大差唔多啦，南大郊遊徑差唔多。今日我哋就行2段路，法門野路一路去到心經簡林呢，大概係5公里。第2段路呢，就係石壁郊遊徑，亦都係大概5公里左右嘅。石壁郊遊徑呢，就比較開揚，咁啊梗係要打卡先啦。下方係石壁水塘，遠啲係觀音山、姜山、靈會山。係前啲，西狗牙到咗。可以上，好危險啊！係啊，上啦，上啦豬，唔好停啊！上，順便上埋西狗牙啦！加油，爬啦！西狗牙，濕水啊！上。
我哋玩完西狗牙嘅入口，繼續往中狗牙入口。繼續。而家啲陽光啱啱出咗。好。以前咧西狗牙始終落嚟天黑嘅，今日咁早。走啊！走。呢條路幾靚。中狗牙又到啦，上埋中狗牙咯，我哋順便啊。上啦，好，好賺到。哎呀，石級地帶，落到咯。石壁郊遊徑行完。哇！變咗個泳池啊！呢度嚇，好似個泳池咁。哇！靚靚啊！好似呢個都行到嗰條大路㗎，係嘛？阿領隊。我哋呢度直去。哦，衰咗。好，可以退休啦。係全部退休。行程啊，準備結束。咁我哋去石壁景江坐車走啦。行程結束，多謝大家收看。